小圣餐，我嘛要伫主日面前，将我家己献做奉祭。主感谢你，阮的教会，兄弟姊妹伫伫侍奉的圣工，无论是有日子无日子，我拢欢喜将我的性命来献予你。主求你纪念每一个伫你的面前愿意将家己的性命献做上帝你活用的你的囝儿查某囝。愿你伫今年新的一年，互阮力上加力，稳上加稳，祝福阮伫你面前奉献的心志。主啊，每一个参加圣乐队唱歌学到你的囝儿，因的心中中间有喜乐的灵，互因不但是教会侍奉，也伫人生中间常常上帝你的圣神喜乐的灵，运用因每一工的中间。主，阮将阮的小话外交伫你的手，特别伫今仔日的圣餐，求主你通过阮的侍奉，互阮的兄弟姊妹受祝福。主，阮要真侪手捧救恩的杯，甲人同日好处的小会员，阮要伫你面前恳求主你祝福今仔日的事情甲事会。主，互因真侪祭司所造出的音乐，所强读的圣经，会通带有圣神的开力，会通摇动人心，会通温情感动医治头发。求你被上帝甲万同在，从今仔日的圣主你共你的手，愿主你高兴，感恩祈祷耶稣圣名，阿门。开声来学乐，咱的主，咱三甲来吟，咱各三甲自集。来，咱各三甲自集，来学乐主，咱各三甲自集，同心合意。
靠要成就，地苗事拢显明，咱搁三甲主持，来学落主，咱搁三甲主持，来学落主，咱搁三甲主持，同心合意。感谢主，互咱伫主耶稣内面成做一家人。即摆请咱兄弟姊妹，甲你身边的人，甲伊请安讲，咱是一家人，耶稣听你。咱是一家人，耶稣听你。甲主持，同心合意，奇妙事的脚要成就，奇妙事拢显
耶稣来，咱拢是一家人，对大地到永永远远。伫耶稣来，咱拢是一家人。伫耶稣来，伫耶稣来，咱拢是一家人。伫耶稣来，咱拢是一家人。咱仰望伊，主要成做咱的帮赞。咱伫主的内面等待伊，主要成做咱的盾牌。这是咱昨学到的一个功课。咱做伙来献上主所欢喜的祭，咱做伙来仰望咱的主，咱做伙来求主听咱的祈祷，咱三个来吟主你欢喜的祭。敬拜。
耶和华伫伊的圣殿，全地伫伊的面前，拢着静静。圣诗第69首，圣诗69首，我的心神，你着唱歌，请记录吟全首。请咱以愿起来，用四道圣经做咱信仰告白。我信上帝，全能的爸，创造天地主宰。我信耶稣基督，上帝的独生子，咱的主，伊对圣灵投胎，对在世女玛利亚出世，伫本着彼得罗任内受苦，顶是一个死埋葬灵府。
第三日对上永过我，上天打坐全能白上帝的大名，伊要来审判活人甲死人。我信神，我信神，共同的教会，信徒的相通，罪赦免，肉体搁活，永远的活命。阿们。请坐。这是咱三个启应文13篇，启应文13篇4篇51篇。上帝啊，照你的慈爱怜悯我。将我的罪恶一尽洗除，因为我家己知我的过失，我所犯着的，就是得罪你尔。至到你讲话时，显明罪义。我是伫罪恶中生的。你所爱的，就是心内诚实。求你用牛切草洗我，求你洗我，求你让我得到听见欢喜快乐的声。求你按你的面无看我的罪。上帝啊，求你给我做清气的心。我阁将你的道路指示有过失的人。上帝啊，你是救我的上帝。主啊，求你开我的喙唇，因为你无爱祭物，若爱我就要献。上帝所爱的祭，就是忧伤的神。阿们。这是咱过来吟圣诗141首。圣诗141首，耶稣做咱牧者，请咱坐咧吟全首。
这是咱三个人按头祈祷，听我的主，阮伫你圣的主日，新的一年开始，搁来甲主你的圣殿敬拜，领受你大大的恩典。阮感谢旧年有好的恩典甲赏赐阮，阮也伫新的一年恳求，互阮搁领受搁较好的恩典，互阮的路径拢有主你的圣神甲阮同在，互阮逐个行伫主的道路中，搁有大大的恩典甲赏赐。但阮安尼祈祷，拢是靠主耶稣的名来求，阿免。这是俄勒加献歌队。接受。
是恭喜上帝话，记载伫旧约圣经弥迦书6章8节，弥迦书6章8节，第8节，人啊，伊捌指示你什么是好，耶和华爱你什么，独独爱你行公义，心存怜悯，谦卑，甲你的上帝相甲行。佫一位伫新约圣经腓立比书2章第1节甲5节，腓立比书2章第1节，所以若伫基督有啥物宽免，也是啥物仁爱的安慰，也是有圣神的啥物交通，也是有啥物慈悲怜悯，恁着互我会欢喜充满，就是同心志、同仁爱、心神和合、心志专一，凡事无得为着结党，也是为着空空的荣光来做，独独大家用谦卑的心，看别人较赢伫本身。恁若人无得顾家己的事，也着顾别人的事。恁着有基督的耶稣的心做心，讲到主所要爱的者，咱遮庄牧师。亲爱兄弟大家新年恭喜！伫新春了后第一个礼拜，咱来到教会，教会要邀请咱做2项祈祷。第一项祈祷就是咱伸出双手，咱甲主祷讲，主伫新的一年，求你恩上加恩。这是上领袖的祈祷。佮另外一种的祈祷，就是伫主的面前，伫伊的这段，咱甲上帝讲，主今仔我要领受圣餐，但是我嘛常时将我的生命献互你。咱甲上帝有来有去，咱甲上帝有来有去。咱有将咱的生命、咱的感情、咱的情绪、咱的意念，咱甲上帝讲，我将我的生命交互你。就我们伫今仔日的礼拜，咱领受上帝的祝福。所听的弟姊妹，做基督徒，有时咱较济甲上帝讨，咱感觉这个上帝是应该祝福咱的嘛？真多时阵，咱拢想讲，这个上帝就是听人祈祷的上帝。所以基督徒对上帝的要求较济，但是对上帝的回应较少。所听的弟姊妹，这种的基督徒袂大汉，因为一个若将来毋捌甲上帝讲，上帝我用我的生命来献互你，甲你分享。这种的基督徒会亲像一个身心障碍、身躯无健全的人，咱只有等咧领受上帝的祝福。兄弟姊妹，当咱甲上帝有深深的结连，就亲像昨的圣经甲咱讲，伫耶稣基督的内面，咱若结连伫耶稣基督的内底，伊就有6种的好处。我毋知昨的礼拜中间，兄弟姊妹，恁敢有为着这6项的好处，伫恁的心内甲上帝讲，主啊，将这种的祝福赏赐互我。今仔圣经嘛有6种的好处，伊讲恁着用耶稣基督的心做心。当咱用耶稣基督的心做心的时阵，咱的家庭会改变，咱的人生会改变。兄弟姊妹，咱毋通甲咱家己来做礼拜，都要带咱的囡仔来做礼拜，因为囡仔是你的宝贝，是上帝的宝贝。咱家己来做礼拜，咱的囡仔无来，咱就等于看咱的囡仔做礼拜无重要，毋是。所以兄弟姊妹，咱有亲人对外地倒来，咱毋是干那煮料理、款青草互因食。做伙过年，应该邀请因做伙来教会做礼拜。所以，兄弟姊妹，新春的头一日，咱来到主的面前，咱带什么种的红包，咱带什么种的礼物来献给上帝。愿天父上帝帮咱，牧师今仔日毋是咧讲奉献，对钱的奉献，毋是。兄弟姊妹，上宝贝的奉献，伊讲耶和华所爱，就是忧伤痛悔的心。一个伫上帝的面前，全然将伊的生命交给上帝，讲主啊，我的家己，我的生命比我奉献的你予你的金钱更较重要。所以兄弟姊妹来经历着奉献的祝福，因为圣经讲着奉献的时阵，伊不要讲一句话：你以此示我，你用安尼来经历着我的祝福。迄写伫旧约摩西五经的内底咧讲到，
11奉献月定的奉献11奉献。伫迄个所在，上帝互伊的百姓讲：恁若照安尼来行，恁来经历着我的祝福。兄弟姊妹，愿天父上帝伫今仔日个礼拜唤起咱伫心内欢欢喜喜，甲主讲：主，我要将我的生命，将我的家己全然奉献互你。愿主你甲阮三合之地。新春是一个礼拜的时间，新春嘛是一个祈祷的时间。咱昨昏有做伙祈祷，咱昨昏有做伙敬拜。我真正相信，每一年咱的教会拢是一个对新春新的出发。有真侪人对外地倒来，咱做伙伫这个所在做伙祈祷。愿天父上帝帮助咱，互咱伫伊的面前来过一个新的生活。新年做新事，因为保罗讲，老人伫耶稣基督的内底，伊就诚做新创造的人。新的人做新的代志，旧的代志已经过去。所以新春是一个足好的时间，重新开始，重新归零。伫我过去调整我的脚步，将我的生命调整得好势，互我为着新的一个年开始，咱来做出发。我要邀请兄弟姊妹，伫今仔日你听到这两段的圣经的时阵，这两段圣经拢讲到，你着指示我的百姓，指示我的家人。教会最重要的责任，就是将上帝的话讲明互上帝的家人来听，就是指示伊的百姓，上帝的家人行一条新的道路。愿咱伫今仔日的礼拜，咱静静来问咱家己讲。每一摆我来敬拜上帝的时，上帝对我所欢喜的到底是什么？今仔经文讲，神所要求于你，有求于你。这个上帝较有需要我奉献什么嘛？上帝若是上帝，伊必然是完全无欠缺的上帝，所以伊敢都需要我奉献给伊吗？所以真侪人会感觉讲，上帝若是一个全然丰富的上帝，伊开着人奉献。毋是，上帝所爱的人，就是上帝爱咱的心意。所以上帝来看到咱，伊会甲咱讲：有你真好，我的囝儿查某囝，今仔日我欢喜你回到家里来。所以兄弟姊妹，愿咱知影讲，上帝对咱有求于我们的是什么？愿咱伫今仔日的礼拜是一个新的开始。感恩各位弟兄姐妹。我用感恩，这是一个真严肃的一个字。感恩弟兄姐妹，请问兄弟姊妹，你敢愿意互今仔日的圣经写伫你的心内？你开始问上帝讲：上帝伫我的生命中间，你有什么种的要求？身为一个牧师，有当时我感觉我一点仔权利，甲恁要求都无。我只不过就是上帝的奴仆。我有责任将上帝的话甲恁讲，但是兄弟姊妹，牧师敢有需要代表上帝甲教会，甲上帝的囝儿讲一种要求的话？兄弟姊妹，咱有偌尼侪人愿意，互上帝的圣殿讲出上帝所要求的话？上帝所听的青年。你要因为上帝的话有智慧，所以今仔牧师用这么严肃的话甲恁讲，感恩弟兄姐妹、兄弟姊妹，恁敢愿意用上帝的话写伫恁的心内？愿咱伫今仔日的礼拜，咱甲上帝讨。今仔的圣经，无论是旧约，无论是新约，伊拢讲到上帝的指示甲上帝的要求。所以上帝的指示是为着要互咱明白。伊伫咱生命中间的计划，上帝伊指示咱一条新国外的道路，一个有上帝通引出来的人赢过你生命中间有千千万万的贵人。有真侪人感觉伫人生中间有贵人的引出，我会当减少10年、20年、30年的拍拼，因为这个贵人要将一条道路指示我。老师是囡仔学生的贵人。父母是囡仔的贵人，上帝比这个人更加重要。我咱伫今仔日的礼拜，咱甲耶和华讲，
独独你是我一生中间上重要的倚靠。我无看见我的父母对我的影响，但是上帝你对我的影响，要赢过我的爸爸妈妈。你赢过我伫世间中间一切的贵人。兄弟姊妹，咱的人生中间有当时有一些很奇妙的经验。世间是作势，咱伫人生中间，上帝有时通过咱伫教会敬拜，出去伫世界各所在的教会，但是上帝甲咱擦身而过的教会兄弟姊妹，有时正对咱一生中间一个真大的影响的人。愿咱伫上帝的厝内享受上帝的祝福。兄弟姊妹，想即句话：耶和华已经指示你，什么是好？咱做基督徒，咱灵修所听的兄弟姊妹，恁的灵修敢有互恁真清楚知影？圣经中间所讲的良善是什么？咱敢有因为这个圣经内底的教示，咱离开这个世俗的道路，世间看做好的，无一定是上帝目睭看做好的。所以兄弟姊妹，咱有一个真要紧的功课，就是通过圣神的帮助，咱认捌什么是对咱有好处的。上帝讲凡事拢通，但是无拢有利益。愿天父上帝圣神帮助咱，开咱的目睭，互咱有巧气，咱会通知影什么是好。搁有伫这段圣经中间讲，上帝对你所要求的是什么？所以兄弟姊妹，咱伫教会成长，你敢知影？上帝伫伊的教会内底对你讲什么种的话？上帝有一日会甲咱讲：你看过我的教会，我真欢喜。你捌伫德堂教会成长，你伫教会参与侍奉，你看教会的需要，看教会的欠缺，你伫个中间有份伫这个教会会去做。我所听的囝子，伫你一生中间所做的事业，这项事是上重要。也这，上帝有求于我们，不是因为他缺乏。上帝有求于我们，最主要是要跟咱建立一个父子的关系、母子的关系、亲情的关系。愿咱伫今仔日的礼拜，咱嘛会当来想，保罗对腓立比教会，伊第2章第1节，伊讲一句话：伫耶稣基督里有没有什么互相的劝勉？当咱讲到伫耶稣来 ，in Christ， 伫耶稣基督的内底，咱的生命敢有改变？所以兄弟姊妹，你信主了到今仔日，你敢有感觉你的人生有改变？除了较老以外，敢有改变？感谢主，我相信恁的面容已经表明讲，牧师伫耶稣基督内底，阮得到一个新的生命。愿上帝帮助咱，每一年拢换新。咱的心量，咱的灵命，咱拿来，咱就互相的宽免。教会一个最要紧的积分，就是说不能不说的话。伫今年的冬令营，咱的青年的圣经营的内底，牧师邀请家长做伙参加这个夏令营，因为我感觉我陪恁的囡仔大汉，还阁无够，咱应该做伙做这个工作。恁敢有同意？囡仔的信仰教育袂当干那交互教会，囡仔的信仰教育需要父母甲教会同心合意，咱做伙宽免咱的囡仔。所以这个冬令营中间，我有甲这个家长讲一项，就是讲，恁爱做一个会晓将道理讲互你的囡仔听的父母。恁爱斟酌去想圣经内底说，你不能不说的信息。如果你今仔日伫囡仔成长过程顶悬，你若无愿意甲伊讲对甲毋对，好甲毋好，良善甲邪恶，空虚甲实在，咱若毋肯甲囡仔讲实在话，不能不说的真心话，咱都毋是咧带囡仔大汉。但是你检查会感觉讲，牧师，这项事我有困难，因为我的学历，因为我的经历。因为我的成长的背景，我要甲囡仔讲一个将来会
一个真远程的计划。有时牧师我的能力，上帝我的能力做袂到。兄弟姊妹，如果你若感觉做袂到，你甲上帝讨，上帝要将迄句话放伫你的嘴，说当说的话，上帝要将咱应该讲的话放伫咱的心内，甲咱的嘴。所以兄弟姊妹，愿咱的教会，愿咱的家庭，拢是一个宽免的教会。过落去，今仔日的时间，毋是我要解说这6项，伫主的宽免内底6种的成长。伫主的宽免内底，腓立比书第2章第1节到第5节，兄弟姊妹，恁今日倒去看，恁会当读到6种伫圣经中间所讲的宽免。愿天父上帝将伊的话放伫咱的中间。第一个宽免，恁就会当听到上帝讲，伫一个家庭中间，家和万事兴。所以伫腓立比书第2章第2节，伊讲恁就爱意念相同。家庭若无同心合意，家庭就袂兴。一个教会中间嘛爱同心合意。第二，伫耶稣基督的内底会改变宽免，就是爱疼心相同，互相相疼的心。第三项，伫这段圣经第3节，伊讲毋通贪图迄个虚浮的荣耀。人伫这个世间拢爱有成就感，有当时咱的成就感是一种的。要安怎讲？就是看悬无看低，真虚华的。咱爱捧红，咱爱人看咱有，这毋是上帝的子儿所需要讨的物件。所以保罗讲，你毋通贪图遐个伫这个世间中间的虚华的荣耀。这个世间真侪人拢咧比的是咧比，啥物人赚较侪钱。所以兄弟姊妹，这样代志毋是全然毋对。赚较侪钱有时是一个真重要，所以咱早期的教会有一种的教囡仔方法，迄群人叫做清教徒，英国的教会，伊讲教囡仔真趁钱，毋免惊，即个代志毋是毋对，嘛毋是对，伊是中性。教囡仔真趁钱。第二，教囡仔真欠钱。第三，教囡仔真实的奉献，我佫讲一摆，教囡仔趁钱无够，因为伊所趁的钱，若是为着家己自私的用，有当时无利益家庭，嘛无利益家族。教囡仔趁钱，教囡仔奉献欠钱，佫爱教囡仔真心的奉献。所以今仔日的礼拜，咱问上帝讲，阮会当做甚物？愿天父上帝过你对咱讲话，伊讲恁毋通干那顾家己。不要只顾自己的事，要看顾，也要看顾别人的事。唔通用家己最中心。教会一个信仰的家庭是共同的家庭。愿主伫今仔日伊的圣心对咱讲话。所以伫今仔日的礼拜，等一个咱要领圣餐的时，咱纯粹双手咧捧一个杯，牧师要甲咱提出一个恳求，毋是恳求，甲邀请。恁伸出恁的手要领受这个圣餐的杯时，你会当问上帝讲：上帝，我有啥物通奉献予你？主啊，我今仔日来到做礼拜，我看一世人拢干那咧甲你讨，一世人拢干那咧领受。主啊，今仔日的礼拜，我倒来到你的面前，我将我的生命交予你。愿天父上帝帮助咱的家庭，伫咱的一生中间。所以今仔日我要甲咱想2项的信仰的题目。第一，为着你家己想这个问题，感恩弟兄姐妹，请兄弟姊妹，咱心中问你家己讲：主耶稣对我提出什么种的邀请？做的要求毋是伊欠缺，做的要求是一种的邀请。伊要将咱生命所摆列的这个圣餐的饼，5块饼2尾鱼。主要甲咱掰开，亲爱兄弟姊妹，当你将你家己献予上帝的时，上帝要互你倍加，力上加力，运上加运，无你生命会当1变2，2变4，4变8，8变16。咱的生命是一种倍加增长的生命。一个愿意听上帝话的人，愿咱静静听，
今仔日的圣经的经文。所以，兄弟姊妹，愿上帝的圣心将这个话放伫恁的心内。昨个礼拜牧师讲，伫耶稣基督的内底，其中有一项上重要，第一重要，第二重要，拢共款，就是圣心要踮伫恁的内底。当咱踮伫耶稣基督的内面，这个圣心就踮伫咱的内面。耶稣讲，我的圣心就要将我过去所讲过的话，搁一摆讲互恁听。兄弟姊妹，特别是教会的青年，牧师要跟您讲，你们小时候参加主日学在听的主日学的故事、圣经的故事，不是神话故事。咱会感觉讲，迄是囡仔咧听的，大人咧骗囡仔，啊大汉了后，这个故事都无过再那么吸引力，不是。上帝的故事是我们生命的应许，所以愿恁会当将上帝的话放伫恁的心内。相信到你一生的到位，所以兄弟姊妹，伫今仔日的礼拜中间，愿上帝的圣心将伊的宽面放伫恁的内底，愿上帝将伊家己的话，通过圣心，通过牧师，邀请咱问主讲：主啊，今仔日你要对我讲什么？愿恁得着欢喜的心，听着耶稣讲：我要带恁过新年最新的事，我要带恁过新年最新的事。这是今仔日教会甲咱的祝福甲祈祷。这句圣经的根据是耶稣，保罗看到耶稣对耶稣所得到，所以保罗有讲一句话讲：既然有人踮伫耶稣基督的内底，伊就是新创造的人，旧事已过，都变成新的。这新的人，最新的事。愿天父上帝赏赐恁，伫今年新的一年是奇妙的一年。所听的姊妹，愿上帝将伊的奇妙放伫恁的脚前，互2024年对恁的人生中间是一个真特别的一年。用祈祷准备家己，领受主耶稣所予你的。因为耶稣讲：天天背十字架来跟随我。耶稣讲：与我同行，天天背十字架来跟随我。背十字架来跟随耶稣有两项的意思。第一项，背十字架的意思就是伫耶稣的十字架顶端反省家己。每一天，我做对了什么？我做错了什么？因为十字架代表赦免，代表宽恕。十字架代表人伫耶稣基督的帮助中间过新的生活。十字架另外一个叫做使命。十字架上就有这两项的意思伫咱的内底。所听的姊妹，天天反省自己，天天问耶稣讲：主啊，伫今仔日我敢有做着什么种的代志，是你看做好，你所欢喜？愿天父上帝甲咱三甲地地。保罗讲：若有人踮伫耶稣基督的内底，伊就成做新创造的人。过的代志拢已经过去，变成新的。我细汉的时阵，亲像囡仔，性情亲像囡仔，讲话亲像囡仔，想法亲像囡仔。牧师阁读一摆，这是保罗写伫哥林多前书13章。伊讲我细汉的时阵，性情亲像囡仔，讲话亲像囡仔，想法亲像囡仔。兄弟姊妹，如果你在新的一年，你愿望会当有展翅上腾，如龙在天，咱甲主祷讲，主啊，求你换新我的性情，换新我的言语的能力，换新我的思想，互我的心思意念伫你的内底来得到更新。这是耶稣所应允，也是耶稣带予世间人最大的祝福。耶稣讲：我留了我的模样互恁，你们照着去做。所听的姊妹，恁伫耶稣的故事内底，恁目睭中的耶稣是什么种的人？你敢捌真认真去看你自己，在你眼前的耶稣，他是一个什么样的耶稣？所以，兄弟姊妹，你若愈安静自省，看十字架，你就会越来越感受到耶稣的十字架在跟你说话。
所以弟兄姊妹，每一天摆落一段时间，安静伫你家己的灵修中间，为你自己预备一个十字架，是伫灵修中间的，应该是娱乐吧，还是意义？伊讲，伫伊咧准备考试进大学申请的时阵，伊感觉真无能为力的时阵，伊甲厝里的耶稣的像就摆在他书桌的旁边，陪伴他。咱的囡仔，啥物人介意？伊竟然会感觉讲，当伊软弱无力的时候，伊邀请耶稣进到他的学习的过程。有耶稣陪伴伊，有耶稣安静伊，有耶稣食做伊的陪伴，他的牧羊人。亲爱的姊妹，耶稣拢是咱的牧羊人，你愿意甲伊拥有亲密的关系吗？我咱伫今仔日的礼拜，咱哪来认捌耶稣到底是一个什么种的耶稣？耶稣讲：“我所做的事情，你也要做，而且要做更大的事情。”主耶稣要带咱过一个很珍贵、很卓越又有价值的生命。愿天父上帝伊的圣心指示咱，咱的眼光有时候不够高，唯有圣灵能够开启我们的眼睛，让我们明白有价值的代志。以耶稣基督的心是今天的经文的金句。经文的最后一节，腓立比书第5章第5节，第2章第5节，伊讲：你们当以耶稣基督的心为心。这个心，伫原文的意思就是他的态度。这个心这个字本身会当翻作态度，会当翻作意念。所以，咱要用耶稣基督的态度做咱的态度，用耶稣基督的想法做咱的想法。咱甲主耶稣祷告：主啊，让我越来越像你。主耶稣，让我越来越像你。恁中间唔捌人甲我叫我耶稣啦，但是按照兄伊的孙啊，足细汉的孙，较安怎甲教都教袂起。伊若看到我，拢讲耶稣耶稣，我甲讲我不是耶稣，我是牧师，伊一定拢叫我。我感觉这对我来讲是一个足荣幸的。我袂堪得互恁叫我叫耶稣，我们只有一个耶稣。但是亲爱的姊妹，你敢愿意耶稣进到你的生命，让你带着耶稣基督的荣耀，带着耶稣基督的生命，伫恁的生命中间，主听咱，将伊放伫咱的内底。所以你今仔日的礼拜，无需要邀请恁，家己花手伫你的心内安尼祈祷。亲爱的圣灵，求你进入我的生命，互我明白什么叫做耶稣基督的心。兄弟姊妹，你若真认真祷告，虽然你有可能无听到耶稣跟你讲我的心意是什么，但是我相信圣神会将那种来自于天上的力量跟生命，就放在你的生命中。愿天父上帝帮助咱伫今仔日的礼拜，咱学习在圣灵里面祷告。古老的灵修对犹大书内底学到3项：第一，在真道上造就自己；第二，在圣灵里面祷告；第三，常常在上帝的慈爱里面，这叫做信望爱。在真道上造就自己，伫圣经的话顶观来学习做基督徒。第二，在圣灵里面祷告。第三，互上帝一听，成为你满足的喜乐。这是古老古典的灵修，对2000年前耶稣的弟弟犹大，伊写伫犹大书的内底，对咱的帮助。愿天父上帝帮助咱伫今仔日的礼拜，也愿圣神将主耶稣所讲过的话，耶稣伊讲，圣神要将一切的事来指示恁，搁互恁想起我伫2000年前所讲的每一句话。我真欢喜伫过去1年半的中间，咱伫拜六的查经，伫圣神的感动中间，咱有找到一个题目，叫做耶稣的课堂。就是当牧师咧带咱查经的时阵，迄个查经所有的每一句话，
拢是耶稣伫2000年前所讲的话。我相信参加迄个查经的兄弟姊妹，伫过去1年半中间，一定有得到帮助。所以兄弟姊妹，过年了后，牧师一个新的主题，我要甲恁邀请，恁若愿意在线上查经的人，恁来加入这个查经的族群。牧师所讲的题目叫做幸福。圣经中间所讲的幸福，兄弟姊妹，咱做一个基督徒，咱甘愿意因为敬拜上帝，咱的生命有满足的喜乐。所以过新春了后，牧师新的阶段的题目，我要甲咱做伙对圣经跟古老灵修的教导，咱要怎样讲做一个情绪稳定、欲望健康、思想正向。情绪稳定、欲望健康、思想正向的基督徒。愿天父上帝的圣神帮助咱的教会有能力，带人读圣经。恁若愿意的人，恁会当甲医生讲，医生你帮我加入教会查经的来的族群。牧师真欢喜，甲恁做伙读圣经。礼拜六的透早，牧师或许要做一个旧的课程，叫做遇见上帝。因为牧师伫以前捌带一个主题：遇见上帝、遇见耶稣、遇见圣灵。我感觉迄个题目对现代人的灵修应该也会有帮助。但是即摆牧师毋知啥物人会要报名参加迄个旧的课程，因为有的人上过，有的人也未上过。愿天父上帝甲咱萨卡地地，教会最重要就是带人读到耶稣过去所讲的话。愿咱伫今仔日个礼拜，咱进入到主的内底。兄弟姊妹，伫今仔日个礼拜，我要代表主耶稣，用主耶稣所讲过的2个故事来甲恁邀请。恁若愿意，恁的家庭将做耶稣所重用祝福的家庭，恁注意听这个故事。因为伫耶稣进入耶路撒冷的时阵，伊发生2项的故事，伊要求学生去做2项代志。第一，去找一个要守圣餐的厝。所以看到一个人，耶稣讲：你入耶路撒冷的时阵，你若看到一个人，伊若摕一个水瓶、水bàn，你就甲伊讲：主要守圣餐的所在，主要守逾越节、搬过节的晚餐的所在伫啥物所在？迄个人就要带你到避办会当做伙守圣餐的所在。耶稣嘛甲伊讲：恁进入耶路撒冷，伫迄个所在有一只驴仔绑伫遐。你甲伊头开砍来，这个故事咱拢知影。若有人甲你问讲你是安怎砍我的驴啊？你就甲伊讲主要用伊，这是足奇怪的故事。我的驴啊，谁要互你用？主到底是啥物人？但是耶稣甲伊讲，你甲伊讲主要用伊，迄人的确互你砍伊来。所以兄弟姊妹，这2个故事对咱来讲，是咱为着家庭祈祷的2个故事。第一，你敢愿意开放你的家庭，互主用？主所讲过的，找起伊的门徒，去邀请、去引带，互人参与伫伊的圣国临到的故事。所以第一，主所要用的客房伫啥物所在？兄弟姊妹，你敢知影这个人，这间厝是啥物人的厝呢？耶稣伊早就知影，因为伊选择马可。马可就是第2代的门徒，第1代的门徒就是彼得，第2代的门徒就是马可。马可的家庭是上帝大大祝福的家庭。第一，因为伊的家庭有那个荣幸，是耶稣伫迄个所在设立圣餐的所在。第二，马可因兜就是耶稣的学生，在听候圣灵充满的那一个时间，等候的一个家。所以这2项代志惊天动地，这2项代志就是基督教中间2个真要紧、真神圣的代志：设立圣餐，阁有圣神充满。所以兄弟姊妹，你敢会当问耶稣讲：主啊，我的厝敢有这种的荣幸，会当互你使用？兄弟姊妹，你若愿意，耶稣讲：我肯。伫2000年前，我肯马可的厝。伫今仔日，我嘛要经历的厝，敢有影吗？所以兄弟姊妹，这个厝要生出互上帝重用的后代，
这个厝要真侪世世代代教会纪念的一个厝。愿天父上帝伫今仔日个礼拜回应咱的祈祷。当咱问耶稣讲：耶稣，我会当做什么事？耶稣甲你讲，互你的家庭来领受我的祝福。愿天父上帝对咱来讲一句话。圣经是安尼记载，马可福音14章14节，足好记，1414。因进入迄个房，恁进入迄耶路撒冷的厝的时候，恁问迄个主人讲，因为因对迄个摕一个水瓶的马可的爸爸，伊对迄个人到因兜的时候，伊问迄个主人讲，客房在哪里？所听的姊妹，耶稣嘛咧问你讲，你敢愿意将你的家庭开放让我来做我的使用？愿咱伫主的面前，咱甲主讲，主我愿意。我要开放我的心门，我要开放我的家门。所以听的姊妹，咱有这种的荣幸，有这种的福气，开门迎福。咱讲拍开门来接受耶子天灵的祝福，拍开咱的心门来耶子主耶稣针对咱一家之主。愿主耶稣基督将伊属天的福气带到所有兄弟姊妹恁的家庭，无论是伫咱的教会做礼拜，还是伫云端顶悬参加直播礼拜的兄弟姊妹。第二，耶稣要入耶路撒冷的时候，找起伊学生去找一只驴仔。兄弟姊妹，这只驴仔对咱的家庭代表什么？主要用它，无需做一个穿针引线。咱的囡仔就是耶稣要用的驴驹啦，兄弟姊妹，唔当限制你的囡仔，上帝用。咱来欢喜咱的囡仔，互上帝来使用。咱来为着上帝要用这个囡仔，咱来用心来栽培这个囡仔。也这你愿意？当耶稣问你讲，我的小驴驹在哪里？你敢愿意马上就将伊交予上帝？愿上帝祝福恁，祝福咱，因为我的家族是一个上帝所祝福的家庭。对我的阿祖、太祖，一直到阮相信到我后来所有的囡仔，伊毋是阮的祖先留的财产，是祖先留的信仰，甲上帝的祝福。兄弟姊妹，咱做伙来领受。伫今仔日的礼拜，咱拍开咱的厝，咱甲主讲，主你看去用，不但是你的囡仔，你的事业，你的财政，你的运势。如果主若甲你问讲，我要用伊，亲爱兄弟姊妹，恁的回答是什么？所以兄弟姊妹，互主用无空空啊！咱来相信，主若要用咱，咱无空空。愿咱伫今仔日的礼拜，咱甲主讲，主请用，主请用。主伫你还未用之前，我要甲这只羊仔囝，毋是羊仔囝，这只驴仔囝，我要甲伊顾好好。我要用真理，我要用信心，我要用耶稣的疼来养育我的囡仔，互伊一生健康，有正确的价值观念，有一个真开阔的心胸，有一个真悬的上帝你所要予伊的意向，来陪伴伊家己将来，互你来使用。上帝祝福咱伫今仔日的礼拜，咱甲主祷。最后我做一个结论，无答案的结论，无答案的结论。独独只有上帝的圣神会当予恁答案。兄弟姊妹，每一个人拢爱家己认真问上帝讲：主啊，我有什么通予你用？愿咱伫主的面前，上帝伊的圣神亲自来对你讲。以赛亚书第6章第8节，伊讲：先知以赛亚听见异象，有上帝的声安尼甲伊讲。伊讲：我通找见之罪，之罪肯为我去传福音。所以兄弟姊妹，什么人会当互上帝来使用？伫这间教会，敢若牧师是上帝找见的吗？毋是。所以兄弟姊妹，上帝所找见的人，伊的生命好得无比。你敢愿意互上帝使用？因为当你讲我愿意的时阵，
你开始参与上帝在这世界上奇妙的计划。所以弟兄姊妹，人人服侍的教会，人人服侍的教会，愿天父上帝伫咱的中间对恁讲话。保罗伫这个所在讲：我所亲爱的兄弟姊妹，我用上帝的慈悲来考考恁，将恁家己的生命献作活祭，将你们的生命摆上。伫今仔日咱要守圣餐的时阵，亲爱的兄弟姊妹，你若有感动，你嘛当预备心，当长老慢慢咧旁杯甲饼互恁的时间，伫这个短短的瞬间，你会当甲上帝讲：上帝，我摆上我自己，亲像今仔日牧师甲阮讲的这个故事，如我囝的故事，献为活祭，是圣洁，是理所当然的。愿圣神感动你，伫你的一生中间，搁一摆，甲主讲：主啊，我愿意。咱伫主的面前，咱只会同心做一个奉献的教会，啊，将你的家庭献给上帝，上帝的荣耀，上帝的尊贵，上帝以奇妙的作为，要互恁的家庭参与以奇妙的计划。咱同齐伫礼拜中间，咱领圣餐，咱领受，那么拜殿。咱做伙同心来祈祷。主伫今仔日的礼拜中间，我们领圣餐，阮何德何能，会当领受主耶稣这种白白的疼？阮何德何能，会当啉耶稣的宝血？主伫今仔日的圣餐，我们对你献上阮心内最深的感谢。虽然阮未看见，但主耶稣，你听阮，我嘛伸出手来领受。上时我嘛伫你的面前伸出阮的双手，甲主讲：主，我将我的生命交予你，主，我将我的一生献予你。主，求你帮助我，互我知影你爱我做甚么。愿伫你的面前同心祈祷，我和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咱来吟圣诗，伫祈祷了后，咱才吟圣诗。咱只会用圣诗来共修圣餐，圣诗217首。
是堂笑脸我，甘愿下死，受恁罪光。今日耶稣伫圣会中，献伊本身白白予咱，咱得来吃承受来啉，欢喜救主入咱的心。大家请坐。伫主耶稣基督的名，欢迎今仔属伫伊的教会的陪餐者，咱三甲来守圣餐。亲爱兄弟姊妹，请听主耶稣基督对今仔群伊的人所讲稳定的问。主耶稣讲：我就是活命的饼，就近我的人决断袂枵，信我的人永远袂喙焦。就近我的人，我决断无去杀伊。愿主耶稣基督稳定甲恁三甲伫地。所听，亲爱兄弟姊妹，注意来听。耶稣设立圣餐的时所讲的话，就是照着保罗所讲，因为我捌对主领受，也传授互恁，就是主耶稣基督受病迄暝，有八饼祝谢讲，这个就是我的身躯，为着恁拍破的，恁着行安尼来纪念我。食了后，也安尼旁杯讲，这个杯就是新约，是我的会所设立的。逐摆恁食即个饼、啉即个杯，着纪念我，直到我过来。亲爱的姊妹，咱三甲同心来祈祷。主耶稣，阮照你的交代，设立这个饼甲葡萄汁。我们领受你所设立的圣餐，我们恳求你降临伫阮的中间。至圣的主耶稣，愿你进入这个礼拜堂，踮伫阮的中间，你亲自来主持这个圣礼典，互领受的人就甲你亲亲结连。我要对心中讲：打咧我，无搁再是我，乃是主耶稣踮伫我内面的我。主耶稣，恳求你圣别这个饼甲葡萄汁，互见那诚心反悔领受的人，因的生命就得到改变。主耶稣，我要用你的圣名来拍破这个饼，愿主你的手亲自掰开这个饼，互人正人来领受。愿伫你的面前同心祈祷，我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主耶稣讲：这是我的身躯，为着恁拍破的。恁着行安尼来纪念我，这是主耶稣基督的身躯，为着世间人拍破的，咱要行安尼来纪念伊。咱来请英皇长老甲周吉长老来旁边。这个饼代表主耶稣基督的身躯，为着咱拍破的，咱要行安尼来纪念伊。这个饼代表主耶稣基督的身躯。为着咱拍破的，咱要行安尼来纪念伊。主安进入圣殿，伫你的面前献上阮家己本身。主安伫你的面前，将阮的生命往你举起，愿将阮的生命交托你。做伫阮领受你的饼的时，祝福阮的生命受改变，成做你的活命。主耶稣，阮听见你讲，这个饼就是我的身躯，为着恁拍破的。祝福我日日甲你同在，改变我的生命。收拾我困难，主耶稣讲，这就是我的身躯，为着恁拍破的，恁着行安尼来纪念我。主感
感谢你，伫新春的第一个礼拜，阮会当领受你的圣餐，主愿感谢俄罗你。主要说讲，这是我的身躯，伫恁拍破的，恁就行安尼来纪念我。主我感谢你，主我感谢你，主愿感谢你。主要说讲，这是我的身躯，伫恁拍破的，恁就行安尼来纪念我。这是主耶稣基督的身躯，为着咱拍破的，咱要行安尼来纪念伊。这个就是主耶稣基督的身躯，为着咱拍破的，咱要同齐来领受，来纪念伊。食了后，也安尼旁边讲，这个杯就是新约，是我的会所设立的，恁就行安尼来纪念我。咱来做伙来请终身长老甲英宏长老来旁边。就是讲，这个杯就是新约，是我的会所设立的，恁就行安尼来纪念我。这个杯就是新约，是主耶稣基督会所设立的。主耶稣，阮感谢你。阮虽然未看得，但是主耶稣，你为着阮死伫十字架顶悬。主耶稣，阮虽然未看得。但是你为着阮白白收受阮你的救恩，主来到你受阮造情，主阮来到你受阮造情，阮领受这个圣餐做阮的帮赞。主耶稣，你的十字架，永是阮的荣耀。你为阮死，但阮要为你来活。主耶稣，阮感谢俄罗你。主耶稣，阮感谢俄罗你。主耶稣讲，这个杯就是新约，是我的会所设立的。讲这个杯就是新约，是我的会所设立的。这个杯就是新约，是主耶稣基督会所设立的。人领受无着，敢有人无摕到圣餐的杯？这个杯代表新约，是耶稣用宝血所设立的，咱同齐来领受。逐摆咱食这个饼、啉这个杯，是表明主的死，直到伊过来，咱同齐来祈祷。阮全心感谢
无所不能的上帝，感谢你极大的慈爱。你用你的圣餐，成做阮灵魂的食物，互阮知影你的疼惜，互阮结连伫耶稣基督圣洁的身躯，成做你忠实的信徒，是你永远国度的子子。主阮的上帝，阮谦卑伫你的面前恳求，让阮搁一摆将阮家己献伫你的手中的事，求你用你欢喜的面来看阮，求你接纳阮，搁用慈悲扶持款待，互阮有能力通过圣洁的生活，甲圣神同行，荣耀你的圣名。阮安尼恳求，奉耶稣基督圣尊名求。阿门。咱准备来奉献。咱真欢喜，今仔日有一个咱特长出外的 Mark 伫咱的中间吼，伊甲伊太太甲伊的小 baby 伫咱中间，很快吼，咱真欢喜伊伫咱中间。上帝祝福你们哦，很高兴你们来做礼拜。所以的姊妹，新春祝福咱在座所有伫直播顶悬的兄弟姊妹，愿上帝稳定也甲恁三甲伫地。咱伫今仔日的礼拜，咱同齐领圣餐，愿主耶稣伊的保惠，甲咱三甲伫地。咱来用这条歌来互相请安，互相祝福。一生中，伫你一生中最大的福分就是耶
咱脱离黑暗的关系。带咱进入光明的国度，进入光明国度。哦，耶稣听你话求你，耶稣永远听你。咱同齐来祈祷。做伫新春的第一个圣主日，阮为着阮的出外的亲人，甲阮的囡仔祈祷。阮恳求主你保守，互因伫出外的生活内底有上帝你特别的怜悯。阮将阮的士大人甲年长的长辈交伫你的手中。做新的一年，互因有健康的身躯，互有平安的灵、喜乐的灵，踮伫因的内心。主每一个你所放伫家庭中间的士大人长辈，愿主你的恩上加恩，互因伫主你的恩惠中间过有尊严的相连这段时间。主，愿将阮的士大人交伫你的手中。我嘛为着阮中间有人心神欠安、有重担、有苦楚的人，我用主耶稣基督的圣名唱出耶稣的疼。愿主耶稣你的疼。就灌压伫阮每一个阮的当信的兄弟姊妹，阮的生命中，阮伫你的面前也恳求主你纪念，伫今仔日出外袂当伫阮中间，甲阮做礼拜，阮的兄弟姊妹，愿因出入平安，主你的恩惠甲阮撒个地地。阮安尼恳求祈祷，我给耶稣基督的圣尊名求，阿门。这礼拜生日的人，拢出外吼。咱来为着生日的人来祈祷，咱来为着生日的人祈祷。主阿周昨有倒来，主伊伫你的面前有领受你的祝福。主原则正源甲宝丰，求天父上帝施恩赐福，互因恩上加恩，力上加力。专为着生日的兄弟姊妹祈祷，求主你用你的油抹伫因的头壳顶。互因带着你稳定的记号，伫过来年日每一天所行过的路径，有上帝你稳定的油来款待因，赏赐因圣神所有的智慧，互因有智慧的心，通做一个有智慧的管家，荣耀上帝你。愿将因交伫你的手，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咱来请师会来报告，咱请师会来报告。是我来报告，顶有的聚会咱家己看。本节聚会咱拜三祈祷会暂停，礼拜主日是9点半到2。昨今咱嘛是暂停，圣甲服侍咱下礼拜请黄坚执事，领诗是妇女团契，司琴请美秀执事，虽然是我甲胡世基执事，爱餐咱是李淑清姐妹。情感我读旁边咱请这样的基地交通。即礼拜是新春的过年，祝大家新春如意，新的一年主恩相随。第三，咱为生日的来代祷，奉献后有问到请过节人员来敬正。代祷事项，第一为台湾甲世界度过武汉肺炎来感染期来祈祷；第二为心心坎坷兄弟来代祷；第三为教会青年新心灵的甲课业来祈祷；第四为结婚的青年的婚姻来祈祷；第五为姊妹教会来代祷，护念以及支持祷告大家。是咱来吟上行圣诗507首。507首，荣光归圣父上帝，请记得吟全首吟诗，请全部师祝祷。
永远的地，无穷无尽。阿门，阿门。愿主耶稣基督恩典、天父上帝主爱、圣神的感动，相通扶持，甲恁众人三脚之地，对即时到永远无尽。阿门。阿门，阿门，阿门。请坐，别得避讳。